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ona 教歐織。今日我會教大家用 Daiso 嘅 Feria 紗線嚟製作呢個咁靚嘅首飾盒。當中我哋會混合鎏金紗線，我哋會用到3球嘅 Feria 線、鎏金紗線同埋6mm 嘅鈎針。我哋會用鎏金紗線同埋 Feria 紗線兩股一齊鈎織。先係一個 magic ring， 然後一個鎖針，之後6個短針，然後喺第一個短針做引拔，之後一個鎖針，之後會每個短針加針，一個短針，兩個短針，最尾做引拔針。第3行先嚟一個鎖針，然後第一個係短針，之後係短針加針，重複同樣針目去到最尾。第3行最尾會做一個引拔針。第4行開始，先做一個鎖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下一個係短針加針，再下一個係短針，同樣做法一直做到最尾。第4行最尾做引拔。第5行先做一個鎖針，然後連續做3個短針，然後一個短針加針。3個短針同埋一個短針加針嘅做法一直做到最尾。第5行最尾鈎織引拔針，第6行開始先鈎織一個鎖針，然後我哋會沿住每個短針嘅後半針鈎織短針，
同樣做法，一直勾織到最尾。第6行最尾，我哋會做引拔針。第7行先做一個鎖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然後我哋會喺剛才入針嘅位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將線帶出嚟。要留意帶出嚟嘅線係要比平時較長嘅，大約2至3倍嘅長度。然後翹線勾織一個短針。下一步，我哋會掠過下一個針目，會喺下一個針目入針，勾織一個短針，然後喺剛才入針嘅針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將線帶出嚟，勾織一個短針。你可以見到呢個做法係會將紗線拉長咗，掠過針目，然之後下一個針目入針，勾織短針。剛才入針嘅位置嘅前一行入針，拉線，勾織短針。同樣嘅做法做到最尾。去到最後，我哋會掠過最尾一個短針，然後係一開始嘅短針進行引拔，咁就完成第7行啦。然後第8行先勾織一個鎖針，一個短針。下一步我哋會掠過下一個針目，喺再下一個針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將線帶出嚟。要留意帶出嚟嘅線係要夠長嘅，然後勾織一個短針。之後喺我哋剛才入針嗰一行嘅上邊嘅短針入針，勾織一個短針。你見到呢一行長嘅紗線斜咗喺另一個方向，同剛才嗰一行斜嘅方向係唔同嘅。繼續
繼續略過下一個針目，喺再下一個針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將紗線帶出嚟，翹線。要留意，我哋帶出嚟嘅紗線，記住要夠長，咁樣先可以表現到 Faria 呢一種紗線特有嘅夢幻同埋闊度嘅。之後喺剛才入針位置對上嘅針目入針，勾織短針，略過下一個針目，喺再下一個針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勾織短針，然後喺入針位置對上嗰個針目勾織一個短針，同樣嘅做法一直做到最尾。去到第8行最尾，略過短針，然之後要留意啦，因為再下一個針目係比我哋而家停頓嘅位置高咗啲嘅，所以我哋會喺再前一個針目入針，翹線，翹線，你可以見到全部入針嘅位置都喺同一行嘅。然之後引拔針，完成第8行。之後嗰4行，我哋會重複第7同第8行，即係總共做6行。當一卷嘅線用到差唔多，我哋就要換新嘅線啦。其實方法好簡單，翹線，咁樣我哋就成功換到線啦。我哋可以喺勾織嘅時候，同時將線尾藏起嚟，咁就可以省卻最尾藏線嘅時間。因為線尾都藏喺入邊，所以都唔會好明顯嘅。
喺最尾，我哋會進行引拔。而家我哋總共有6行，喺最尾呢一行，我哋唔會用鎏金紗線，淨係用 Faria 呢隻紗線嚟進行勾織，一個鎖針，然之後我哋會喺呢個針目勾織短針，但係我哋會利用手指公整一個圈，然之後入針，翹線，勾織短針，繼續用手指公翹一個圈，入針，翹線，勾織一個短針，手指公翹線，可以見到我哋做咗一啲圈圈圍住個邊，繼續手指公翹一個圈，入針，翹線，勾織短針。同樣嘅做法，我哋會一直做到最尾。去到最後，喺第一個短針進行引拔，可以見到而家邊邊都圍住好多圈圈，可以稍微掰開呢啲圈圈，先做一個 magic ring， 一個鎖針，然之後我哋會喺 magic ring 入邊勾織5個短針，然後引拔針，一個鎖針，我哋會喺之後每個針目進行短針加針，最尾進行引拔。第3行先一個鎖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會係加針，但係喺勾織完第一個短針之後，我哋會喺前一行入針，嚟勾織短針嘅。繼續下一個針目一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短針，然之後
喺之前嗰行入針，勾織一個短針，再嚟一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一個短針，前一行入針，勾織短針，同樣做法一直做到尾，去到最後一個引拔針嚟完成第三行。第四行先勾織一個鎖針，然之後一個短針，再嚟一個短針，之後下一個針目一個短針，然後喺剛才入針位置嘅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勾織一個短針，再嚟一個短針，喺做第四個短針嘅時候，去之前嗰行入針翹線，做一個短針，同樣做法一直做到尾。去到最尾進行引拔，第五行先勾織一個鎖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兩個短針，三個短針，四個短針，去到做第五個短針嘅時候，喺前一行入針，翹線，喺第六行先勾織一個鎖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再一個短針，再一個短針，再一個短針。喺五個短針之後，第六個短針會喺之前嗰行入針，翹線，完成第六個短針。第六行勾織完引拔針之後，第七行先一個鎖針，然後連續勾織六個短針，喺第七個短針，我哋會喺之前嗰行入針，勾織一個短針，最尾一行我哋先做一個鎖針，然後連續七個短針，第八個短針我哋會喺之前嗰行嘅針目入針，翹線，去到第八行最尾，我哋會進行引拔針。我哋完成咗首飾盒嘅蓋身啦。下一步我哋仲要做埋個手柄畀佢，做一個 magic ring，
喺 Magic Ring 入邊勾織6個短針，然後一個引拔針，一個鎖針，然之後我哋會喺中間呢個窿入針，翹線拉出嚟，勾織短針。我哋會不斷重複呢個動作，令到呢個環形脹起嚟。我就做咗9下，然後喺第一個短針進行引拔，我哋將佢彎起嚟，最尾我哋會將佢縫上去。然後我哋要將手抽縫上去個蓋度，我哋會沿住手抽嘅第一 round 上邊縫上去。我哋會一直縫，直至手抽縫咗上去個蓋嗰度，沿住一直縫落去，你會見到手抽部分會凸咗起嚟嘅。最後，我哋將線尾藏起來之後，就做咗呢個咁靚嘅首飾盒啦。祝大家勾織愉快，拜拜。